今日想同大家講一本神書，睇完包你條命由黑變紅。首先戴個頭盔先，呢度唔講玄學，唔睇風水，更加唔使你去黃大仙求簽。我哋今日講科學。大家成日話人到中年萬事哀，你有冇發現過咗45歲之後，身邊嘅人好似分開咗兩條完全唔同嘅路？有人家庭幸福㗎，事業收成，買隻舊經濟股都穩陣收息，越活越從容。但又有人好似撞咗邪咁，職場遇到樽頸，同仔女溝通唔到，甚至連健康同財富都密密漏，做乜都好似逆風好黑仔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呢本神書呢，就係心理學大師 Richard Wiseman 寫嘅《The Luck Factor》。我哋後生嗰陣總覺得命理有時終須有，遇到不如意就話自己八字唔好，流年不利。但係今日我想同你講，千祈唔好認命。到底點解有人下半場可以翻身，有人就原地踏步？我哋今日用最新嘅認知心理學同大腦科學，同大家拆解背後嘅秘密。英國有間大學做過一項長達10年嘅運氣追蹤研究，科學家發現咧，所謂嘅行運咧，根本唔使天注定。講到底咧，係你過咗大半世之後咧，你個大腦累積落嚟嘅思考 filter，即係你個過濾機制咧，決定咗一切。只要你肯微調呢個設定，你下半生一樣可以活得好精彩。心理學上面有個好出名嘅概念叫隧道視野 （tunnel vision）。人到中年，我哋膊頭上舊石真係好重。每個月俾層樓綁死晒，又要儲棺材本，仔女升學好似賭錢落海咁，老豆老母又開始百病纏身。當你日日都繃緊到就快爆，驚到飆冷汗，成日喺度諗，萬一冇咗份工手停口停點算？或者萬一啲投資蝕到入肉渣都冇剩點算？當你個人處於呢種恐慌狀態，你個大腦就會自動幫你開住防禦模式。呢個時候你嘅聚焦點會縮到好似銀針咁細。科學數據講得好清清楚楚，焦慮到過晒火位嘅大腦會自動幫你 filter 走身邊95%嘅日常資訊。咁樣會搞出咩大頭佛？明明身邊突然出現咗個轉行嘅好路數，一個拉你一把嘅老友，甚至係一個好穩陣嘅發達盲點機會，但就因為你對眼死定住眼前舊危機，你個大腦會自動將呢啲送上門嘅好運當波咁射走晒，完全當睇唔到。調翻轉頭睇嗰啲越活越順、越過越爽嘅人，最大嘅特點就係識得放手，夠晒睇得開。正正因為佢哋個人夠鬆咧，心態冇咁繃緊啦，佢哋大腦個接收雷達咧反而開到最大，行到邊都自帶吸金體質，去到邊都撞到貴人。想喺人生下半場打場漂亮嘅翻盤仗，心理學家一針見血指出，我哋需要刻意去操練以下呢4種大腦超能力。第一種叫做機會開闊力，簡單講，即係放低執着。後生嗰陣，我哋習慣同人同件事夾硬嚟，硬碰硬，凡事都死吹爛吹到盡。但係過咗45歲就要學識唔好死牛一面頸，咪盲目追求一個死板板嘅結果。無論係教仔女定係喺商場上搏殺，如果你死咬住仔女一定要跟足我嗰套，或者我一定要爬到呢個位，你就會自己對眼發盲，完全錯過晒生活上其他更有價值、更揾到食嘅可能性，留翻一絲彈性俾自己，啲好運同財氣先有位打尖走入你嘅生活噶嘛。第二種叫做人生直覺力，簡單講即係要相信你嘅智慧。請你相信自己幾十年人生閱歷累積落嚟嘅內心羅盤。研究發現，有高達80%嘅幸運人士喺做重大決定嘅時候，都會參考自己嘅直覺。人到中年，你見過咁多人，經歷過咁多風浪，當你遇到一個新嘅投資或者新嘅合作夥伴，心入面隱隱約約覺得有一種不安全感嘅時候，千祈唔好純粹因為數據包裝得好睇而盲目夾硬衝。直覺咧絕對唔係迷信。佢其實係你個大腦後台，用咗你幾十年嘅人生大數據，默默幫你精算網羅出嚟嘅預警信號。第三種叫做正面預期力，簡單講，即係要拒絕悲觀嘅大腦演算法。心理學上有個好著名嘅現象叫期待效應 （Pygmalion Effect）。好多人年紀大咗，容易習慣性悲觀，開口埋口都話：唉，我呢個年紀冇人請噶啦。或者話啲仔女大晒啦，邊會想聽我講嘢啊？當你每日都咁樣洗自己腦，你嘅身體語言同埋講嘢嘅語氣
就會不自覺咁變到好防備、好消極。身邊嘅人一感覺到你呢種氣場，自然就會俾出相應嘅冷淡回應。到頭來，其實係你自己做導演，親手拍出咗呢個寂寞同失敗嘅中年劇本。第四種叫做逆境轉化力，簡單講即係智慧剪接啦。活到呢個歲數，邊個冇經歷過高低跌宕，身體有少少病痛、資產縮水，或者面對裁員、面對逆境？真正有智慧嘅人最叻做嘅就係智慧剪接。心理學上提倡一種概念叫反事實思維 （counterfactual thinking）。同樣面對資產貶值，黑仔嘅人會怨天怨地，但行運嘅人會向下望，同自己講：好彩我只係受咗少少皮外傷，大部分嘅根基仲喺度。咁呢件事正好提醒我啦，要重新調整資產配置啦，避開未來更大嘅風浪。一樣嘢點樣去影響你，從來都唔取決於事情嘅本身，而係取決於你用邊一個故事版本去解讀佢。科學一早已經證實，其實我哋大腦嘅神經線去到老都依然具有高度嘅可塑性 （neuroplasticity）。只要你從今日開始將呢4個簡單嘅日常習慣融入生活，1個月之內，你嘅精氣神同埋運氣都會出現截然不同嘅改變。第一，要主動打破生活常規，千祈唔好俾自己嘅生活變到好似一潭死水咁。由聽日開始，試下一條從未行過嘅散步路線，去試一間新餐廳，甚至主動去上一堂你以前完全冇接觸過嘅興趣班，例如書法、新興運動或者攝影。好多時好運往往就係藏喺呢啲打破常規嘅意外入邊。第二，要每日俾5分鐘自己沉澱傾聽。臨瞓前熄咗電視，俾5分鐘自己飲杯暖水，安靜咁坐低，回想一下今日做決定嘅時候，心入邊出現過啲乜嘢直覺，試下將佢記錄喺筆記簿上邊。呢個動作咧，其實就係幫緊你重新接駁翻你內心嘅導航系統。第三咧，就要做到晨早1分鐘嘅航運預演。朝早醒翻嘅時候，千祈唔好急住去睇新聞或者股票 app， 閉埋對眼用1分鐘。喺腦海入邊好具體咁想象一下今日最重要嘅一幕，例如同屋企人一齊食一餐好融洽嘅晚飯，或者同客戶進行一場好順利嘅會面。咁樣做係幫大腦預先調校好幸運嘅頻道。第四，要學識凡事講一句好彩無更衰。每逢遇到不如意事嘅時候，強迫自己第一時間講呢句說話，用意志力將原本嘅悲劇劇本1秒之內剪接成重獲新生嘅啟示錄。科學研究話俾我哋聽，人生下半場嘅運氣從來都唔係等翻嚟嘅，而係靠你大腦嘅寬容度同埋智慧慢慢修剪出嚟嘅。願我哋喺人生嘅後半場都能夠越活越優雅，越活越順遂。如果呢條影片對你有啟發，歡迎你訂閱、點讚，同埋將佢分享俾你關心嘅屋企人同朋友。我哋下期再見，祝福大家。